数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群阿群妹，好大家就伫吼，当然都有生肉，呀肉类哦，係聽咗愛食嘅，因為也係通過是卵拍質嘅由來哦。故所今日節目當中吼，我同大家來分享，生來乜嘅按到優質嘅肉，還個係雞肉個。好，來細細嘅分享今日節目度邀請到嘅來賓來分享天沙木業嘅張浩南分享總太哥。好，大家好，我係張浩南。今日當歡喜來客家電視台嘅福起來咧。好，分享浩南，韓國沙下來咩係天沙木業，好講嘅本樣來分享春金姐分享。嘿，大家好，我是城市木業的春金，很高興來到福氣來了。好，分享兩位今日來到節目當中，吼，大家就啲當到。比如講對細人咧，到老人家可能從細到大，當然都愛食一粒肉來補充人哋身體嘅營養，對不對？通過性卵泡就也當重要。嗰時候其實河南基本年兩啥，就愛來同大家來分享。也冇卡經營到第二胎是第二代的這個養雞場了，對不對？第二胎。第三胎咧。所以係第三胎。第三胎。哦，真係同大家來講一下，一開始係用版來開始來學嘅。這個就是要講到40幾年前的事情，就是大概民國60初期，那我們家就是有種水稻跟洋菇。哦，台灣。當天片呢，洋菇哎。走。是50年前，就是台灣是那個洋菇出口很大量的國家。他只是說到了60年代的時候，就慢慢，比較算是比較尾聲了這樣子。那就是剛好，我們家的第一棟那個雞舍是民國67年蓋的。當時係阿公。阿公嘅時間。阿爸安樣。哦。就是一開始，我爸爸就是說服了我阿公啦，講像我學家一樣啦。對，那時候就是第一批養的是現在講的是白肉雞。哦，對，就是一般顏色的，愛食雞肉的這種嘅雞，就是那種香雞排那種白肉雞。對，那只是說在60年代那個時候是大概是要養8個禮拜的時間，那現在是進步到5個禮拜。哦，嗰時候做得講。幾乎縮減了有一半的時間呢，本來我4個禮拜就2張年嘛，然後就1到2年就做得食嘞。哦，那個時候就是養第一批養完之後，那時候要出雞，就是價錢太低，養到其實是沒有賺錢。哦，然後來公司不開心啊，就是我一輩子都沒有做過虧本的生意，所以他。養完那一批，他覺得不要再養。哎呀，我父親其實他很喜歡養動物，對，那他就還蠻堅持，就是說那時候因為我爺爺還是當家嘛，那當兒子的只能說也是因為當家的不想做，那個自己還想做，要怎麼辦？那只能說自己找資金。哦，對，那個時候就是我叔叔剛好是剛當完兵，然後有第一份薪水，那我爸爸就跟我叔叔借了他第1個月的薪水，然後再進了一批雞。那第2批雞就是現在我們養的竹地雞這樣子。故說爸爸就開始來自家專心愛來學嘅，還係檢聽自家想愛按你來做，想愛來學嘅，然後就引進了你剛剛說的竹地雞。對。不過去外地後，外塘講河南，其實你笨蛋，你是不太想要來接入卡嘅些，笨蛋冇想愛來學嘅。係啊。啊，唔過做乜嘅一下要學落去嘅。
这还蛮对啊，我现在想也是，我觉得很疑惑，是不是？然后其实讲到这个哦，我现在想哦，应该那个明明已经注定了。来，小孩该我的名字叫张和南，对，那我是2个姓，我姓张跟姓和，我单名南，是这样，对，这在客家庄其实蛮多这种情形，就是会有复姓，就是大概是因为是通常可能有个家族他没有男丁，他可能招了一个男生进来，那可能是2房，你第2个儿子可能就会跟着那个妈妈姓，对，那到了因为要可是都是大家都在跟父姓就是那个爸爸那边一起生活嘛，对，就是到了说要祭祖的时候，2房就要祭妈妈那边的祖宗，对，所以就变成是他会冠2个姓，就是这样子。原来是这样，然后我的名字啊是男生嘛，对，那拆开来就是上面是田，下面是力量的力，对。然后，所以你就是终究要回归土地，回归土地，对，我爸已经安排好了。对，这是一个玩笑话啦。对啊，那其实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说，我们出社会工作啊，然后看了各式各样的人，然后看大家工作的能力的时候，你自己会反省自己说，哦，因为我需要加强。有些能力的部分，其他的能力，或者是比方说业务能力，对的一个部分的话，你迄嘛个时间上都讲爱赚豆腐卡来天数诶。就是我出社会大概做个到2011年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在前面的职场，大概我把自己很多需要加强的，我觉得我在这10年的时间，我不断的加强自己之后，然后那个时间点，我就觉得自己应该要投入一个自己的事业。那想来想去，就觉得啊，家里就有一份在运作的事业，对，那为什么不进去重新注入一个新的力量就好？就是只是说，因为我们其实小时候就假日都会帮忙天数，那其实所以你会了解这个产业它的变化，对。那只是说在那个时期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刚好在农业，在台湾农业这个慢慢年轻人不大做，那整个一个或者是整个那个食安的问题，台湾开始慢慢重视一个希望可以吃的健康，那有种种的原因说，所以说我就想说回家养鸡，对，因为年轻的时候10几20岁的时候会完全不想要在家里做，因为觉得太辛苦了，就会想要离开不卡，想要去到那种来打拼，没错，然后出去外面工作，其实后来发现一样辛苦，没有比较轻松。不过这都不卡，你应该有对不卡带了一些些的改变，毕竟他是第3代接班了嘛，对不对？那你去给他唐贡老명也就直接改掉了，对不对？对。怎么该爱改牙的跟명呢？有2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大概在我17岁的时候，我阿公就让我的阿爸跟我爸爸，就是分家。对，那分家之后，我的阿爸他就是，我们跟我爸会分这个鸡舍的那个产权。对。那时候就是我阿爸开始就是也加入来养鸡。那当时就是我阿爸跟我爸他们的招牌都是后庄养鸡场啊。古时呀，那你就利用这 Q 명哎，对不对？变双胞胎了。对。那
再来就是说，这是这个原因之外，那自己进来养鸡之后，会觉得后庄养鸡场这个名字可能它的格局比较小一点点。那我想说，取一个比较可能说下个世代会更好的名字这样子，所以就变成了这个藤社木业。唐公没黑用爸爸给名的了，对对对，哇！古上唔看吼，后生人来经营武卡嘅传统嘅产业吧，所以韩国有乜嘅冇強用，韓國其實就學嘅嘅，所以有乜嘅好咪先咯，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再來講哦。好，各位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呀哈，規則攝影棚裡面真係非常非常嘅香，阿權妹呀哈都是懂搖，不過還會先談一下我們的這個張大哥韓國純金吼，佢亮啥了經營這個藤社木業，佢亮啥，生來主要產品係乜嘅？唐公搶兩種聽聽哦，兩種的主要商品就可以延伸按斗東西，到底是哪兩種主要嘅商品？哦，我們就是有竹地雞的雞肉，對，雞肉，還有雞婆蛋的蛋，所以先同大家來講一下，你一開始就有提到呀，竹地雞，說了竹地雞它是一個品種嘛，因為我頭擺咩芒色糖糕呀種雞叫做竹地雞，哦，竹地雞它是一個客家專門的雞種啊。哈，還是客家專門呢，所以它是，還是客家人，它是客家雞，是這個概念嗎？對，它是客家雞。它竹地雞它誕生的地方在新竹的竹北這一帶。哦，它是在40年前，一個育種出來的雞種。那會育種出這種竹地雞，是因為說竹地雞它有幾個特點啊。其實是佢會胎哦，佢介輪熟到5、6個月，就得超過6斤人哦，5、6個月，就會到6斤，這麼大，胸介是會到8、9斤哦，係當重嘅雞嘅。過年呢，該讓解，做得超過10斤。哇！所以其實喺客家人會懂中醫嘅嘅哦，因為客家人就會是我們的那個成本要壓低，我們的成果品質要很好，量愛懂從對。安樣是因為該因行業是誒該純做農下多嘅啦，佢到。拜啊，其實會動，非常要動心，很有誠意。那誠意就是用祭品來代表。看嘛，啥個雞下胎？錯。佢用竹地雞，夾個雞就會動胎。錯，這樣用。哦，嗰時除咗雞胎以外，佢食起來夾個口感有乜嘅冇共用冇？哦，又這樣。其實說，在40多年前哦。一開始行業去學的雞，買動態雞，對，該按照發蠟雞啊，叫做蘆花雞啊，哦，它也是母雞，也是可以到7斤都有，就是那個是一個外國的品種，可是它的蘆花雞跟竹地雞有一個很大的差異，就是說蘆花雞它養到最後，它的纖維會比較粗。哦，沒有摸安好細，有會它肉，對不對？會它硬，比較柴啦，對不對？比較乾。對啊，竹地雞它還比較細，很嫩。哦，啊，佢喺雞肉嘅結合都是較香，安樣啊，佢上卵嘅時間較長，從亞個南部學嘅個烏毛嘅土雞啊。按照黃金雞，佢長到15週，佢是會上卵。啊，個也竹地雞佢會長到會到20週，佢才會上卵。哇，多一張年嘞，這麼久。對啊，
因为该成熟期，竹地鸡比现在市面上的土鸡还要来得长，所以它养的时间要比现在的其他市面上的土鸡都要长超过1个月的时间，然后它的风味对就会比其他种类的土鸡要更丰厚这样子。哇，原来是安尼。不过其实我通讲，鸡的这个米食其实同其吃的东西有同重要的关系，还有鸡的体型都跟饲料有关系。有关系。肉鸡的饲料听说是轻重要的事情，跟做在同大家来分享，我个饲料很用的来分其吃的，很用的来调皮的。哎呀，其实刚刚讲说。竹地鸡的特性讲完了，那讲完之后，我们更挑剔一点，我们就从它吃的东西来让它做一个区别，对，让它更好吃。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就是把我们觉得什么？应该是这样说啦，就是把会影响鸡肉风味的原料，全部都换成我们觉得会更好的原料。所以应该讲，肉鸡的人可能一开始就会想到讲，我去饲料厂买现成的饲料来买，这能喂鸡喂鸡的喂食就好的呀。但是你们是每一样成分去检视，可能鸡的做得分其他的食材，所以你们很讲究鸡的吃的东西。韩国爱堂讲，鸡的胎的以后，就不会再让它吃。肉类、动物性的东西，全部本给食材。为什么要特别在长大之后做这件事？那中马该又会本给食材呢？我们就是大概14周开始，会让鸡的话都是用纯素食的食材。那我们在油脂的部分，我们会是用黑芝麻。哇，也太养生了吧！古时根本就没有带呀五马了，很养生。鸡在14周之后，对，你就改做食材耶。阿嘎斯公它需要油脂类，就直接靠这么健康的东西，靠芝麻来补充。对，因为其实我们用科学的角度来讲，其实所有的不管是牛、羊、鸡、猪、鹅。其实肉的风味最重要是油脂，会给我们的风味。没错。对，那油脂它风味非常好，没有错，但是又不能不你吃到不那个，又不可以腻口，所以这个拿捏其实很困难，对不对？对，就是在于说，它这动物它吃的油是好的油还是不好的油？就像人一样，如果吃到不好的油，就会长胖，就会长肥肉。但是公司的好嘅油，就会对人身体健康好的东西。原来按你故说好吃唔好吃呀，他就有看家的个成果啊，直接从鸡肉开始看，你刚刚看到家嘅鸡，你就知道。其实大家有发现到吗？我觉得它的鸡皮是厚的，对，家嘅鸡皮冻盘，唔讲。通常鸡皮带下都会有一层黄黄的油，对不对？但是这个看起来，给皮然后肉中间是没有隔着油的哦，它完全就是鸡皮非常厚，然后带下就会切微牛哎，好不一样哦。同来 Noble 吃到嘅鸡皮可能就是薄薄的一点点，很好吃，但是有点不太够。对不对？这是不是就是你们竹地鸡的特色？没错，对。哇，然后就会吃色看哪，看有东后色，有的是就会流出来。这个是什么样的料理？就是白斩鸡。这是就是白斩鸡。其实客家人最经典的，它就是因为鸡的品质够好，所以它可以很单纯的水煮就可以上桌了。而且我以为，因为其实鸡肉比较没有口感，这个的口感也很够哎。对。土兔给的差不多，胸一样是 QQ 的，非常非常的有嚼劲。对，好好吃哦。这是竹地鸡的特色。所以它就是很 Q 嘛。所以它也是，在外面它也是会在外面自己走动的，对不对？也是用放养的方式。它也是一个有喜欢运动的鸡。没错。对不对？好处在。嘎哈舌头，这个是白斩的部分，所以就是非常非常原始的味道，就是像养听听，只有盐巴嘛，对不对？那沙哈的另外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
这个是什么样的料理方式呢？它是鸡腿去骨排。看起来超好吃的，韩国因为鸡皮它的油脂也会非常的好吃，鸡皮跟鸡皮还青厚色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把它煎的有一点酥脆的感觉，然后很香，然后哇一样。夹给鸡皮，就算它鸡皮，它的鸡腿还是一样，是中间是没有看到有油脂的，对不对？然后皮一样非常的厚。其实这个东西是因应都市人喜欢做某个部位的，所以我们就会有那个分切的产品出现。那这个就是把腿去下来，然后去骨，那好好吃哦！你刚刚说的就是这个嘛，对不对？对。那我们有切块可以煮汤，对。然后鸡腿有整只的，还有鸡腿也有切块，然后再来就是去骨的鸡腿排跟鸡胸肉，因为会分开是因为每个部位有它适合的料理方式，对，没错，对，所以你可以根据它不同的特性去选择你想要的产品。因为一般像阿 Q 妹，我在台北我就自己租房子嘛，你看就说一个小套房，听这样子的一个小套房，就得买按一个特定的想要的部位的包装，我就不用买一整只鸡，然后想到公怎么办？我鸡屁股不吃，我勇敢晒，鸡腿我没毛生，我勇敢晒。所以其实提供动态嘅方便，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再来同大家分享其他嘅故事哦。好，分享大家有陣都復起來咧，我係綜藝圈阿 Q 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好天沙夢葉，加到學嘅竹地雞，還有雞婆蛋。冬天片後加到唔但槍，切架脫線呀，我學嘅雞呀品種以外，其實對意思嘅東西全部就同要求，全部就有挑剔過。韓國剛剛阿 Q 妹有食過呀竹地雞，真嘅係哇！皮當香當盤，唔過帶下三毛油哦，韓國嘅瘦肉的部分吼，講嘅肉其實是非常非常有口感的，就種兔嘅樣嘅，非常非常嘅好食。韓國唔但槍剛還有這個白斬，還有這個香煎的料理方式以外，再好了還有其他嘅料理，我要同大家來紹介哦。比如說像這一碗湯，對不對？這個湯它是什麼湯？它是單純的雞湯，單純的雞湯，所以它也沒有再加其他的料理，就是除了鹽巴，放一根蔥跟2片薑，我就沒有放其他的了。因為這個雞的特色就是它很乾淨，它很乾淨，好好吃哦。對，這個雞湯完全冇給那種出手跟米西，但是它是香的，然後。对，你刚剛講的就一絲絲的薑麻嘅米頭，很淡，可是非常非常的好喝。這個雞湯感覺就是很適合早晨頭一烘起來就吃一碗小肉肉的給頭，真是的好幸福哦，真的非常的好吃。所以這就是竹地雞嘅特色。对，它的特色就是干净，所以它简单料理你就可以处理了，你不需要花很多调味料去调它。好好喝，而且泰嘎看到它的鸡皮哦，真的是非常的厚，对不对？鸡皮冻盆，然后吃起来一定非常的好吃。但是它的鸡汤看起来它没有非常多的油，等你得煮鸡汤的时间，上面就是浮一层整个布满的。盆呢，黄色的，真的啊！我们家都还会把上面那个鸡油有没有捞起来？下一次煮菜的时候还可以用。对，这个上面都没有鸡，没有就一点点而已，它不会说很夸张的整个布满。所以它的油脂量其实真的不会非常的多，它不会。其实即便是它多，因为有的体型比较大只，稍微油还是会多一点，因为它就是它的特色就是它的脂肪比一般的鸡厚，可是它的油因为饲养的吃的东西的关系，所以是干净的。如果你真的很怕油，你就稍微把它捞起来炒菜用，其实是很香的，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呦怎么会有油臭味？对，完全没出手给米头，还有那个以后比较讲像做烘亚烘料理，这个听说是微波料理，对不对？可以教大家怎么做微波料理吗？就是你找橄榄油，或者是你敢用鸡油的话，对，然后你把油下锅以后把它煮滚，
然后这个鸡胸肉的特色就是因为它脂肪很少，油脂很少，所以它不能久煮，不然会很涩。对，那你就把那个油的量就是可以盖过鸡胸肉的量。腌过去，然后你可以用你喜欢的调味方式。我们今天是用葱跟蒜头单纯的调味。如果你功夫一点的话，你可以找柠檬啊或香茅，对，然后用的香料，对不对？然后油滚之后，你就立即把那个鸡胸肉切成小块放进去泡，然后关火，让它用焖的方式去焖熟它。是用焖的方式，对，那它就会很嫩。然后水分也不会流失太多。对，好好吃哦。因为等你可能像很多运动的人，他们想要减肥，但是又要补充蛋白质，所以他们需要吃动态量的给胸肉。这个胸肉一定要吃很多，但是胸肉其实常常料理就会不给太涩，因为你煎也不是，煮也不是，更不要说其他方式。你说炸，那不可能。你要减肥，你怎么可能还吃炸的？炸的应该是唯一鸡胸肉好吃的方法，因为它料理时间非常非常的短。所以其实像这样子，应该说，用这个油的温度把它焖熟，对，这样子就可以让鸡胸肉非常的好吃，然后就不会柴，对不对？水分不会流失，对，其实就是主要是就是了解它的特性啊，你就可以做出适合它的料理。对，很棒。所以胆腔有这个竹地鸡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样产品，都鸡婆蛋。到底为什么叫鸡婆蛋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就是我太太，她嫁来我家，然后愿意跟我一起养鸡啊。那然后那时候就是她回娘家，然后那个我的岳父啊，就开我老婆玩笑说：“你现在那个嫁去那个养鸡的地方，那你不是叫鸡婆了吗？那你现在要开始卖蛋，那你蛋不叫鸡婆蛋就好了吗？”好名字，所以就这样取下去叫鸡婆蛋。对，哇，所以鸡婆蛋它的鸡的品种其实跟竹地鸡没用这品种哦，还有其他种给是哪一种？是蛋专门就是产蛋的蛋鸡嘛，对不对？它是属于因为我们每一批的品种不同啦。对，现在这一批是龙门品种。对，那它的特色就是黄壳的。黄壳。对，所以其实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好了，真的卵壳啊，要粉色的卵壳同一般白色的卵壳有什么不一样吗？到底是差在哪里？其实它就是品种不同。对，就是鸡的品种不同。对，鸡的品种不同，它会刚好就是。比如说海蓝好了，它可能就是下的就是白色的品种，对。那龙门这个它就是黄壳的品种。那因为台湾人有这个特别喜好什么土鸡蛋，对。可是事实上这个东西不是土鸡蛋，真正的土鸡蛋其实还蛮小颗的，比这个小很多。那它就是选取产蛋率比较高的鸡来作为预选，然后作为生蛋鸡啊。对，其实唔管係白色的卵殼，也係粉色的卵殼，全部都是一样，都是鸡蛋，只是像我们人种有分白种人啊、红种人、黑种人一样。对，故说其实就只是颜色不一样而已，它的营养价值是一样的。对，其实更多要鸡卵，太敢买鸡卵，大家都知道，其实鸡蛋上面有非常多的细菌，像是沙门杆菌这一类，所以其实董你会讲生了鸡卵啊，买转不卡会色也黑，不是色，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吗？基本上你去超市买的，它都是洗选，它可能已经洗好了，那你买回家就直接放冰箱就好了，不要再特别去碰水。对，那如果是你去菜市场买的那种蛋，你回家也不用特别清，但是你就是把它那个炖端朝上，然后煎的朝下，然后放在冰箱。你不用特别去洗它，就是等到要煮的时候，你再稍微冲一下蛋壳就好，因为它冲掉的话会影响那个鸡蛋的保存期限。古时候卵细个以后，其实就唔得不用研究。跟糖果牙布卡有一种特别的消毒方式，很多熏蒸消毒。对，熏蒸消毒，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它其实是农委会核准的一种，就是一个叫做2氧化氯的一个消毒剂，然后它利用那个雾化器的方式，让它变成雾气，然后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蒸15分钟到60分钟，然后它就可以降低表面的菌数。
对，然后又不会影响它的保存期限，对，就是不会去破坏蛋的保护层表层。那因为它其实生下来有一层我们眼睛看不到的薄膜，有洗跟没洗，其实你去摸是摸得出来的，对。然后就其实这是农委会这近几年为了要解决，因为还是很多散蛋是没有洗选的，所以他就用了这个，就是请教专家用这个方法来解决说，蛋会有残留细菌的问题。对，因为现在从买豆芽卵真都不卡面是在个晒过，而且也已经是经过消毒过后的。对，就是要吃的时候再清水冲一下就好了。韩国公豆芽卵啊，就会同大家来分享啊。其实像这个非常非常好吃的这个溏心蛋，真的很软嫩，而且它的蛋黄哇，看起来就懂厚实。像这样子的一个溏心蛋，大概要煮多久才可以煮出它的溏心？就是水滚以后。煮7分钟，7分钟以后捞起来泡冰水，泡冰水的目的是不要让余温把里面焖得更熟，对，好好吃哦。所以鸡蛋冷水放到锅子里面嘛，然后就开始，不是冷水，是热水，热水，这样鸡蛋不会破掉吗？不会破，它顶多裂而已，它不会爆掉。所以是滚水，水滚了以后，然后给它丢落去煮7分钟，拿出来给金本水。对，但是这个鸡蛋是常温的鸡蛋，对不对？你一开始常温的鸡蛋，其实主要是你要观察那个水滚的状态，因为蛋一放下去的时候，其实水会忽然变不滚，对，那你要再让它在最快的时间滚起来，所以那时候最好是大火，对，然后等到水滚了以后，你再转成中火，然后可以的话就是锅盖盖起来，你保持里面温度一致。好起来了，原来是安呢。古时候其实藤色木叶啊，撒下来都得同大家见面的机会哦。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在展售市集来摆摊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们在5月底，就是25、26、27的时候会在板桥园摆，对，然后6月底在台北的食品屋展，我们也有参加展售，这样子。就是那其他的详细资讯的话，我们在脸书都有公布。对，古手分享太嘎，怂命搜寻这个藤色木叶哦。谢谢张大哥，谢谢纯青来到节目当中，什么？谢谢。没什么各位天司机，条件观众朋友收看，休息一下，等下看下来做运通了。